曾經風靡各大茶樓嘅五香護絲膏，幾乎每枱必點。如今輝煌不再，晚景凄涼。作為60幾年嘅粵菜廚師，我點可能睇住呢個咁經典嘅點心失傳呢？文房四寶伺候，開工。首先，火車頭咁大嘅芋頭，用出神入化嘅刀工將佢切成淡濕咁細嘅芋絲。記住呢啲斤兩啊！太爺流傳落嚟嘅斤兩，2斤嘅芋絲，60克鹽，30克嘅糖。最關鍵呢個五香護絲膏肯定少唔到五香粉嘅，落5克就夠啦。然之後撈拌均勻，醃佢10分鐘，等佢慢慢軟化。跟住落嚟炒香啲臘味粒同埋蝦米粒，記住要細火慢炒。如果唔係一下炒燶咗就黑過麥豆，苦過黃連噶啦。炒香之後倒入芋頭絲，加入粟米澱粉，再加入馬蹄粉，一定要呢兩種粉溝埋一齊先得嘅。如果唔係就會散，口感都唔好。至於斤兩係幾多，我會放喺視頻嘅最後，記得下載保存啦。撈拌均勻之後，蒸籠屉入邊掃上一層花生油，防止黐底。然之後將芋絲倒入去鋪平佢，再用一個平底嘅盤將佢壓實。如果冇呢種盤，你就一籮柚燉上去壓扁佢。水滾之後放佢落鑊蒸20分鐘就搞掂晒㗎啦。出鑊之後切成一嚿嚿，落鑊煎至個兩面焦黃就大功告成啦。一啖咬落去，焦脆粉糯，芋香撲鼻，傳承經典，人人有責。你都嗱嗱聲分享起身啦！